1977年，港燈位於北角嘅發電站發生3級火，令到港島幾個地區停電。睇返當年嘅報導。去現場嘅最新消息話，喺11點10分，消防人員已經將火場地下嘅火勢差唔多全部被救熄，但喺3樓呢，仍然係有呢個濃煙冒出嘅。8架消防車同埋1隻消防船現時繼續喺現場展開呢個撲救工作。除此之外，大批警員亦已趕到現場，將油街同大強街之間嘅電氣道封鎖，又呼籲喺火場附近嘅居民立即疏散。因為據現場嘅消息話，喺火場裏邊呢，其中一層樓係儲藏有幾百罐危險物品。如果一旦燒着呢啲危險物品呢，就會發生嚴重嘅爆炸，引致嚴重嘅災禍。消防處呢已經派出呢個煙霧隊呢係進入火場。新聞檔案係由英皇金融證券集團特約。蒼茫白雪下，